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係豪庭透明，今日為大家報道一宗關乎業主權益嘅重要事件。豪庭都會嘅業主們，你哋有冇注意到停車場管理機關嘅最新計劃？佢哋喺停車場內增設26個服務車位，呢個聽起嚟似乎可以增加收入，然而背後卻潛藏住唔少嘅隱患。根據相關人士嘅數據，若果將收益平均分攤，每個車位可以節省大約24蚊管理費，看似美好，但真係咁嗎？反觀目前情況，呢一計劃至今未經消防局同工務局嘅嚴格審批，未經合法程序召開業主大會進行表決，係咪俾大家開始懷疑呢項計劃嘅合理性？部分原本就狹窄嘅出入口，未來落實增加車位，會令到繁忙時段嘅交通更趨擠塞，甚至影響安全。咁樣改動可行咩？業主們更加擔心嘅係，日後管理機關可能喺其他公共空間隨意增設電單車位或者係短租位，從而嚴重削弱原有車位嘅使用體驗。最令人擔憂嘅係，停車場目前已經累積大約600萬元嘅盈餘，卻因為管理機關同前管理公司嘅對賬分歧，至今未能確認金額並收回款項，反而將精力放喺呢一項可能永久改變車位環境嘅計劃上。業主們必須認真思考，節省24蚊係咪值得冒住損害權益嘅風險，定係將過去嘅600萬元款項盡快收回，改善現時停車場嘅狀況。目前已經有業主發起反對行動，唔少嘅車輛亦都貼上反對信範本。其他車位業主亦都可以透過掃描圖片中嘅二維碼下載。所有反對信需喺6月30號前遞交俾管理處。大家行動趁早，表明立場，唔好等到改變落實之後先至後悔。我哋將會持續關注豪庭都會發展，為各位業主帶嚟更多消息。